OK，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我们在拍我们新的 MV， 你看吧，这个是 mini 版的我，是不是很像我？很可爱吧？好，我现在处于一个宕机状态。你知道，在沙滩，这不是沙滩，这是石头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在拍我们第3张专辑的 MV《低洼沟卡艾丽》，现在应该是38度的大台风，因为台风刚过，但是我们的心就跟我们的音乐一样的热血，不怕热。就是这么热血，欧巴雄心第3张专辑《低洼沟卡艾丽》。Attention， 起步，走。很好。会员 NG 报道，认真如戏，全靠演技。报道你。我是欧巴上市的飞行员万清，社会第一走，态度嘛要有啦。报告完毕。Hello， 我是飞行军官安祖，跟你们分享一下意见接受，态度照旧。以上。OK。开会。就是大坏蛋。今天这支 MV 非常特别，我们角色扮演了一个飞行军官的概念，然后每个很有巧思哦。我是飞行员，然后很有态度，社会在走。对，他是军官，我是军官。Andrew， 他不吃香菜，我不吃香菜，我不吃辣椒。你指错边了。啊，我不吃辣椒。对，我不会开手机 ，easy。OK， 第一次开是开这种 JU9999的。它的车牌号码。对啊。好，爷车，感谢我的朋友赞助。对，还有长长久久。重机也是，谢谢。谢谢，来听这首歌。低洼沟卡。